謝你今日打開呢條影片。今日會為你介紹高地杜松呢支精油。我哋會做一個香氣冥想嘅引導，而喺影片嘅最後，亦都會講多少少呢支精油唔同嘅功效。如果喺你手邊咁啱有呢一支高地杜松精油，又或者有一啲產品入邊有呢隻精油嘅成分呢，你不妨可以打開嚟聞下。如果冇嘅呢，都唔緊要，你可以一邊安靜落嚟，合埋雙眼，做深呼吸，一面聽下我嘅分享。喺一個風和日麗嘅天空下面，有一座小山丘。喺個山丘上面呢，有一個紮住孖辮嘅小朋友，佢隻手呢拎住一杯雙球嘅雪糕，上面嗰個球呢係黃色，下面嗰個球呢係粉紅色，而喺雪糕上面呢，仲有啲七彩顏色嘅配料。喺呢座山上面，有一啲甜甜嘅山風吹向我哋身上。當你一邊吸入呢啲山風嘅時候，你感覺到你個肺部喺度擴張，而入面呢充滿咗一啲清甜嘅香味。個感覺呢就好似混雜咗一啲花香啦，一啲木嘅香氣啦，仲有一啲甜甜嘅味道。當你慢慢咁樣喺度呼吸，慢慢喺度聞呢啲味道嘅時候呢，你覺得你嘅心肺鬆開咗，唔再咁緊繃，心跳亦都逐漸咁平靜落嚟。你慢慢咁樣深呼吸，你觀察到你自己呼氣嘅時候呢，正在呼出一啲灰黑色嘅氣體。隨住你每一下嘅呼吸，你逐漸覺得平靜落嚟，覺得有一啲堵塞咗嘅情緒開始流動，同時間呢，你都覺得自己排走咗一啲負能量。你觀察到你身體入邊嘅氣場，其中灰黑色嘅氣體呢，慢慢喺度消失緊，而最後呢，你嘅氣場變得乾淨起嚟，就好似大家打掃完個環境之後變得閃靈靈嘅一樣。你個人更加安定，喺日頭嘅時候呢，你更加有勇氣去擴展自己想做嘅事業，而喺夜晚嘅時候呢，你都更加容易同睡眠去連結。以上就係高地杜松精油嘅香氣冥想引導。喺我哋做呢個冥想嘅過程中，其實已經開始感受到呢個植物帶俾我哋啲咩嘅能量，佢有啲咩嘅功效。呢一款植物呢，佢有一個唔錯嘅淨化作用，特別係用嚟淨化一啲負面嘅想法啦，同埋負面嘅能量。
哋可能俾一啲過往唔開心嘅經驗，或者一啲負面嘅環境去影響到自己，令到有一啲我哋想建立嘅嘢呢，冇辦法順利咁去做到。而高地道蟲呢，就可以幫助我哋重新去感受愛，重新去發現愛，可以幫我哋呢將一啲偏執嘅思考模式去做一個轉化，亦都俾到能量同埋勇氣我哋，令到我哋更加堅強。我哋嘅意識呢，可以更加容易去擴展，做一啲有建設性嘅嘢。除咗一般嘅負面能量清理之外呢，對於一啲有過往痛苦嘅經驗，譬如係覺得不被愛啦、不被需要、被遺棄等等等等嘅心理陰影呢，都有釋放同埋淨化嘅作用，亦都適合一啲而家覺得憂鬱啦、憤怒、情緒停滯咗，又或者係有失眠問題等等嘅情況呢，都適合用嘅。精油嘅產品除咗單獨使用之外呢，將佢哋配搭埋其他精油一齊去用，當中呢可能會有令人意想不到嘅協同效果。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嘅呢，可以留意我哋嘅 IG， 接落嚟我哋會有啲咩嘅產品去帶俾大家。多謝你今日收睇呢條影片，最後祝福你嘅氣場、你嘅頂輪、你嘅意識都可以保持住一個清明嘅狀